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人讲，护囝千金不如教囝一艺。白话来讲，就是饲囡仔提好者，唔值得教伊掠，也就是讲爱教伊生活技术，比教伊功夫更加重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，就这日读做基，技术的基，读过一基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基，就是材料材料的意思，代表讲一个人真牛。有手艺，咱讲伊有技艺；有技术的工人，咱讲是技工；有技艺人，咱讲伊是技术员。另外，有一个古早词，讲是技手。技手卖当形容一个人技术手路真好，咱讲伊做代志真技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技术，这个意思就是专业的功夫；第二个词读做技艺，有技术的意思，嘛有艺术的意思，也是讲讲究技巧性的武艺工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对门神是国宝级头脚师傅的彩画，技艺超群，技术高超，历史已经有60档啊，实在足珍贵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